陸委會頂禮拜發布新增加10名台灣人去到中國說來失去聯絡，不過這中國國台辦卻批評講這就是假消息。陸委會強調講，達贊代志攏是有證據的，而且咱的政府是有義務來提醒國人，若陣會當賣去中國，上好是賣去。另外講到進前呢，這日本媒體人石板明夫和一個香港這個嫌犯攻擊，背後真有可能就是香港的烏道在咧規劃。也風聲講呢，這副總統蕭美琴本地要出席活動，可能是和對方鎖定做攻擊對象。啊，那有立委認為講，就要趕緊來調查，但是這那亞立委是認為講，若陣要改的做是國安戰。需要更較濟證據。日本媒體人石板明夫進前遭到香港一線條的嫌犯攻擊，幕後策劃烏手機事是香港烏幫傳出副總統蕭美琴原本也要參加這個活動，最後因為行程調整取消。那立委煩惱蕭美琴可能也是對方鎖定的攻擊目標。石板明夫表示，這個案件不但針對台灣，也威脅全世界言論自由。這一拳絕對不是針對我個人。而是，如果他想教訓我的話，不可能只打一拳，他就是想通過這種恐嚇、威懾讓大家噤聲，他是打給全世界、全台灣人看的。千不該萬不該，就是用這種偷雞摸狗的方式，去暗算在別的國家他們裡面的不管人民、學者、專家、領導人，這是非常下流可比的事情。這個是一個治安事件，那是不是要上升到國安？我覺得需要更多的證據來支持這樣的論點。議會指出，這個案事件升級做國安事件，政府愛嚴厲譴責，將真相查到水落石出。南會認為愛有更較濟證據，總統府發言人郭亞輝表示，無容忍任何違反集團的跨國聯合行為，支持嚴刑徹查。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蕭秉陽宣布，遲早要展開封閉行程，因為伊被中共列為台獨叛國分子，甚至翻到去美國和中共跨境電函。蕭秉陽詳細回應，絕對被括號在滾號之下。對台灣人而言，對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們絕對不會因為通氣，絕對不會因為拳頭而屈服。我們該講的話，一句都不會少。針對個人去中國風險簽關，陸委會頂禮拜發布，各增加10人失聯。中國國台辦15反駁，反倒來批評咱編造假消息，破壞兩岸交流。陸委會回應每一件代志攏有憑據，個人到世界各地旅遊做生意，毋捌佇中國以外所在，遭到當地公部門普遍頻繁無理的騷擾，強制性恐嚇、威脅甲拘束人身自由。政府義務提醒大家盡量都莫去。記者綜合報道。